高问题是即交予黄国昌代理民众党主席，黄国昌宣布要设立司法正义小组支持高问题，防止检察官乱用权力。这一次看到会有信心吗？如果保释金再提高，有办法吗？面对提问，敢若吐一声大气就上车。国泰勘察经发生案件，检方称，佫一摆提控告成功，是党主席假日，国泰透早就到律师事务所。那有讨论今天晚上你们要什么攻防吗？对这次有信心吗？小心！主席准备好晚上策略了吗？不好意思。点外钟了后，国泰行出事务所共款部讲会，了后去台新竹分院探望伊的爸爸。暗过台北地院按算暗时6点开第3摆去压庭，4个被告爱伫11点报到。今天是不是要赶回去？黄国昌早起第一摆用代理党主席的身份主持民众党早起7点半的晨会，会后宣布会设立司法正义工作小组。借由成立这一个司法正义的工作小组，还不仅仅是在声援我们柯文哲主席，我们要防止未来的台湾的司法程序可以被政治力所介入、操作左右。国泰请示民众党党主席拜托支持者唔通引起退党潮，结果放下民众党出现入党潮，结果互线顶的系统成过把。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证实，昨下晡甲今仔日总共入党3000人。黄国昌表达感谢，外界也关心民众党主席改选的时间。尽量在2月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因为中间有适逢农历年嘛，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把这些期程跟需要过年的这些时间，会把这些因素考量在内。对民进党议员简书培这期关提提议参加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议，是公然违法交保附带条件。甲外案证人共设讲会，亲像串证大会。黄国昌反驳，办理裁定正明确，工作正常接触无伫限制范围。昨的会议也全程录影。公视新闻记者综合报道。